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北市立行国小顶礼拜午餐业者甲喷送到教室，结果有2学生甲喷当作是汤啉落去。中国疫情又搁野悬，传出讲台湾的基层药局出现抢药啊送中国的现象，指挥中心呼吁大家唔通大量买。两家是起真济，有便利超商宣布讲，一盒卵一粒要对10块起到13块。有店家嘛讲，过年可能会欠卵，恐惊继续会搁起1波。新车市来看台北市文山区的立行国小，顶礼拜新来的营养午餐的业者，无细哩甲粉佮菜送到某一间教室，有学生鼻着怪怪，所以无食。也毋过有2个学生囡仔甲粉当作是汤啉落去腹肚咯。校长是表示讲会来开检讨会议，嘛会请逐班的老师来斗相同把关哦。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讲，厂商实在上过离谱咯，这算是重大违规，依照合约，学校是当甲业者来解约。中餐业者在起问7次处理学生的营养午餐，毋过台北市文山区立行国小做营养午餐业者伫19将顶礼拜喷送到1年的1个班。班顶也有2个学生食到腹肚。我孩子自己是因为他闻了很臭，他就没有去拿。但同样的团体里面有2个小朋友，大概就吃到馊水这样子。为什么馊水桶会从上周到现在都在学校里面？然后又从餐车推到教室里面，还打开给分装给小朋友。那小孩子都觉得臭得像大便了，那每个大人都没有发现。学生家长批评营养午餐的供餐流程太过放任。学校证实，因为厂商是新手交接，无可能熟悉配送流程，所以无将喷处理好。班顶的老师表示，闻到怪味是特殊调味。应该算是新手，在拿取这个汤的过程中，并没有很熟悉跟确认，就会导致有这个错误。老师表示就是说，因为当下我们在室内都是戴口罩了，闻到的味道确实有点变异，那他会以为那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哦。上个礼拜有1桶汤没有收回来清洗，厨工在送餐的时候并没有把那1桶汤给打开检查，说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好在2名误食的学生目前健康无什么要紧，不过相关单位也马上开会来处理。抱歉，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学校午餐供应委员会会按照这个合约来审核。那我们什么都不排除看他达到了什么违规的一个程度我们都会来落实的、严谨的来处理这个是不应该犯的错误的，都有一样嘛一样会写检讨报告的，还有该惩处的会惩处。因为业者平常时的供餐予4间学校，所以代志发生了后，各校代表甲厂商拢出席会议，会依照合约规定采取必要措施。教育局指出，学校为明仔载开始暂停供餐，会针对厂商违规进行检讨，佮依照契约进行记点甲罚钱，佮要求厂商严格落实供餐的各项权责，确保食品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真冷哦，今仔台湾的北部已经出日头咯，嘛较热热。也毋过前2天，咱全台湾大约都有100外的民众伫送病院之前就已经不幸过往，大部分拢是因为上冷咯，心血管疾病造成的。明仔载又搁有强烈冷气团，大家都爱穿好少。寒流过了后，市民赶紧去气温看卖。因为伫寒流来进前，有用新的设备，把温和少的空气拍落水底，让鱼温的水温度较悬，让鱼仔顺利度过这波寒害。沙巴若是水温若是10度以下就会死啊！伊这目前拍这气落我家年有16，早起就有16度8，所以伊会脱过这死亡的这界线。寒人这波上强的寒流，加上辐射降温，透早各地温度是拢增加。伫新竹县高美测到4度的低温。标了西湖4.5度，台中外埔测到6度，也那云林花莲局部地区拢有到6.1度。台北市大安区嘛捌出现7.9度的低温。拜一日是温度回升，不过拜3开始会有强烈冷气团到位，佫会变天。气温从周3开始就会逐渐的下降，那预估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就介在10到11度左右。那可能到了周6、周日的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程度是有可能再提升到寒流的一个等级。气象局分析，根据目前的观察，拜3到5的冷空气水汽较高，会较潮湿；拜4到礼拜会较大冷；拜6礼拜圣诞假期，低温可能会较寒流等级。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拄到反性迎年，湖北极震动，互冷空气无法度锁伫极区，一直向外传开。
按算一直到下年，拢可能会是较冷的天气。不是只有台湾或是东亚冷，其实在这个美国或是在欧洲都面临到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的袭击。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才有机会告一个段落。气温一个手降真济，17、18这2天，拢总有135个人伫送病院进前就无性命现象。若想甲天气冷、温差大有关系，专家提醒，最近的气温会一直起起落落，较烧落了后就搁反寒。侪岁人就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疫情又搁严悬哦，传出讲咱国内基层的药局出现抢药啊送中国的现象。指挥中心昨嘛证实讲，咱国内普拿疼这品牌的特色药啊已经欠货了，所以呼吁民众唔通大量买寄去中国。有药师是讲哦，普拿疼对今年的5月就开始欠货，也毋过同款成分的药啊是搁未少，民众嘛唔免惊讲无药啊通食。国内新冠疫情等候，药局货架顶悬各式药品拢回稳，不过最近未少药局所发现，国家相比药啊普拿疼销量增加，甚至有民众买无情形。大家会先询问医师看有什么样的止痛效果或者是解热效果比较好。刚疫情严重的时候都买不到啊，后来比较缓和的时候买得到啊。进行疫情指挥中心才讲，国内乙酰氨酚的特效药啊有77张有效药品许可证，其中47张继续生产，总库存量差不多5400万粒。那以疫情进前健保一个月平均用量估算，应维持2个月。10月到19的记者会顶悬就解释讲，普拿疼欠货，呼吁国人唔通抢买寄去国外。有医师的批评是指挥中心过度美化库存数据。市面上在贩售的这个小包装，这种其实不在健保资料库里面。这个2.7个月它里面很有猫腻它是讲健保资料，而且它这个健保资料还是108年还没有这个疫情之前的一个健保资料。我相信这个电脑一捞应该有今年的5月、6月我们的健保资料库的乙酰氨酚用量是多少。医师表示，其实甲普拿疼同款有乙酰氨酚成分的药啊有真侪种，民众唔通有品牌迷思，药品也过期，准备伤济也无路用。啊，不过出来的至少亲像解热止痛、综合感冒药啊，每一种各准备一盒，方便需要时阵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昨参加台大癌症医学中心会议4周年的庆祝活动。郭台铭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现在政府无把人民的性命当作是第一优先，因为新冠肺炎疫苗的过程是非常的困难。伊讲，若说得提早2个月，死亡的人数应该当减少真侪。今仔早起，指挥官王必胜冇回应。在那个时间点，疫苗是缺乏的。好，那我们在国际上的阻力也是很大。好，我们都尽了全力，希望把疫苗这个赶快进来。最早的时候，这个 AZ 疫苗的时候，还有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捐赠。好，那后来我们的这个3个企业的捐赠，我们都竭尽全力在协助。我觉得用这种早知道，或者是再早一点，我想大家都尽了全力在帮忙。针对郭台铭，佮讲到伊的妈妈到达佮无 BNT 新配方的疫苗通知，王必胜是强调讲，目前 BNT 单价疫苗拢已经有进口了，冇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会当选择，因为莫德纳合约是规定讲，有愈合新配方的疫苗，随时拢会当来替换，还有存救。也毋过 BNT 的合约是无这款的规定，所以目前开始是无进口 BNT 上新配方的疫苗。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任期到25，副市长裴正心今仔是带局处首长来总辞，针对年内8档有113个正副首长来去，郭文地是表示讲，其中是有人退休，有人调到中央，所以袂当只看数字哦。伊认为讲，目前蒋万安提出的团队算阁袂歹，也毋过真侪代志着爱等上任才知影。为副市长裴振兴就任，摕到局处同仁的感谢批甲礼物。台北市长郭文地看了是真欢喜。25就要到任嘛，回头看上任8年来政绩，包括拆中后西路公车专用道、推动东西区门户计划、起社会主体等等。伊认为正派甲公信用都是瓜市府上界大的特色。所以我还在跟大家讲哦，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过去台湾的政治的口号太多，做得太少。
那我们也希望说，市政是一棒接一棒的哦，下一任的政府一样继续努力哦，让台北继续前进。希望后一个执政团队会当延续市政的规划，高文地甲局处首长做伙协商，这嘛代表下任的日子就愈来愈晚。不过8年的任内，至少有113个正副首长离职或者是调职，用人的管理敢有需要检讨的所在？高文地是无安尼想。本来8年当中有没有退休的？转往中央发展，甚至在府内升官调职的都有，所以这种数字，我觉得常常是这样的。你看单个数字，不然你要跟其他的县市来比较，我自己看过是还好。有媒体问讲，特别接手的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敢是高文地目睭内市政的自由星？高文地回应讲，真侪代志拢要等上任了后才会知影。不过蒋万安的团队是袂歹，未来上任的障碍嘛会较少。针对蒋万安发出大鸡蛋，要伫伊上任1年内安全营运。高文地嘛讲，中央审查过啊，后壁其实就是试营运的计划尔，真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这届连任成功，也毋过还未公布团队的名单。市政顾问、前观光旅游局局长林小琪，佮有研考会主委王鸿升哦，拢伫面册宣布辞职咯。外界有媒体风声，有民代是认为讲，市政府应该赶紧来公布人数。台中市长罗秀燕高票连任成功，不过伊的小类高人数却拢一直无公布。伫市政府担任有薪水的顾问、前管旅局长林小琪。以及着研考会主委吴鸿升，因19拢伫面册顶头宣布请辞，要暂时回到家庭。罗秀燕第20召开这届最后一届市政会议，面对媒体提问，说是不愿意加讲啥。市长，我会谈一下人事问题。我们两位副市长有听过？早安，大家早。台中市2位副市长陈子敬和林吴英达，以及着市政府发言人黄国伟，也风声讲已经向罗秀燕开喙讲要辞职。加上消防局长詹进在、农业局长蔡正强年岁到爱退休，也会来离开。着民代认为讲连任的市政府出现真侪人离开，这敢是有其他案情？若总有更较好的人选，赶紧说明，避免辜负选民期待。为什么选择在25号之前来做一个口头请辞的一个部分？不止2位副市长，各局处的一些1级主管。都有这种动作，让我们心里在想，被谁受伤？这好的团队，你来甲换掉。我嘛希望讲，市长要认真，把好的人选要换好。罗秀燕这届连任了后，对人事案件拢无对外公开。市政府也强调，市长会当连任是代表市政受到肯定。部分局处首长因为人生的规划有做调整，人事筹备完成了后，会向市民宣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议会议长的选举，气氛是真无平静。昨暗，民进党台南市议会党团加急动员，要求党团的成员必须要遵照党团的决定来投票。嘛宣布讲12月25，现场的指挥官就是议长的参选人邱丽丽，只有推出副议长人选的国民党今仔早起党团开会，表示讲党中央要求讲因绝对袂当甲民进党合作。民进党台南市议会党团19暗时发动假期动员关门会议，无想到讲会后节开门，议长参选人邱妮妮煞目眶红红，当时嘛甲安慰。他今天在那个节目上，说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都没有接，我也叫他拿那个通联记录出来无爱互阮一个迄个交代结果也没有。主要原因就是会当中正国会议员陈秋平大声咧捧，互邱妮妮感觉是真委屈。不过这个会议也是决议，甲正副议长投票现场的指挥官交互议长参选人邱妮妮来主办。以民进党议会选举督导小组的调集人，10月市长黄伟哲嘛呼吁党内爱团结。有一句话我可以形容，就是相忍为党。那所以说气氛，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本来民主政治就有不同的意见嘛，但气氛平和。新一届台南市议会57席，民进党有28席，国民党15席，无党联盟加上无党籍的党总12席，台联甲基进党是拢占1席。日行要坐正副议长的大会，看来是包滚的。不过最近所传出民进党团有意甲国民党的副议长人选合作，跨党派出席民国派。团员是我的看法，不代表我能决定什么啦。民国派议题唔拿伫民进党内底团，国民党中央嘛是禁令禁止民国派走票一律按党纪处分。绝对国民党没民国派啦，没有民国派的理由啦。如果有国民党议会党团成员到较低，是到民进党，我有多讲过啊，可能我们今天会注意一些县市会停权。
面对民国派风声，基层反对声音是真大，两党拢提出党纪。25的台南市政府议长之争，恐惊是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美国众议员邝思恒带领的国会访问团，总统搁再感谢拜登政府对台湾军售的支持。邝思恒嘛是台北法案的重要推手哦，伊捌来台湾传教，这届主要是来表达美国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今年到达已经有30来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了。感谢你欢迎我们的代表团。今天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见面。以连登的中文小酒问美国众议员邝思恒少年时阵捌伫台湾传教，甲台湾不了有缘缘。佮较是台北法案的重要推手，即摆甲另外3位友台众议员米克斯、欧文斯、布辛祖共同访台，要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And we bring you a message that I hope you already know,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aiwan is a bipartisan, bicameral issue important to all of us. 2022年是台美关系丰收的一年，迎接2023年，期盼跟各位一起努力，推动台美关系持续升级。总统蔡英文感谢拜登政府继续对台军售。邝思恒是国会保守派气候联署主席，访台也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到目前，2022年已经有36位美国国会议员小联署来访。另外，欧洲挺台力度也是渐渐增加。The EU continues to maintain its one China policy position, but believes that the status quo in the Straits cannot be changed unilaterally. It opposes the use or threat of force or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from China. 总统蔡英文接见7位欧洲议会跨党派成员，带团的阿西玛科波罗再次表示，欧洲议会多数已经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组织。台湾人民有权来决定家己想要爱的生活方式，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去年1月7日，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因为不满投票结果，冲入去国会大楼，嘛甲警方发生冲突。这案件的调查委员会将投票建议讲，对前总统川普来提出叛乱罪等4项的刑事指控，严格敢要起诉，就要由司法部门来决定。目前川普方面是还未回应。若使川普被起诉，会来真做是美国史上头一个被指控刑事罪的总统。美国国会大楼攻击案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摆公开会议，加州民主党人皮特·阿吉拉表示，前总统川普甲伊律师团明知违法，也是营造大选舞弊，想要平盘。是阿佩时阵副总统潘斯爱拒绝选举真票算票，拒绝承认拜登胜选。What did you hear? I don't remember if he said you are a wimp. From 1:10 p.m., when his speech ended, and he instructed his supporters to march to the Capitol, to 4:17 p.m., when he finally, begrudgingly, told his supporters to go home. For 187 minutes, he actively disregarded hi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The president repeatedly refused pleas as he watched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on television. You said you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the next day. I'm working on a long statement. I said it's crazy. What did he say? No, these people are upset. They're very upset. In summary, President Trump lit the flame. He poured gasoline on the fire and sat by in the White House dining room for hours watching the fire burn. 委员会认为，包含叛乱罪在内，川普应该被控4项罪行。不过，这是调查了后所做出的建议，真正提出刑事指控，要由司法部门决定。这委员会由7个民主党人、2个共和党人组成。不过，共和党人用力批评有无公正的嫌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泰国的皇家海军有一台巡防舰速克泰号，18暗时11点外，伫离岸边20海里的所在，因为烟瘾各种特打，无偌久就沉落去海里。当时军舰顶头有100来阿兵哥，泰国军方是出动3只的军舰、2台的直升机去抢救，目前已经救起来75个人，阁有31个人失踪。军舰伫海上呈现45度起起，浮浮沉沉。
甲板顶船员穿救生衫等待救援。泰国皇家海军一只巡河舰苏科泰号，18暗11点外，因为大型冲击船身起气海水灌入，造成机械故障，失去动力，无偌久就沉入海中。泰国军方出动3只军舰甲2只直升机前往救援，不過只有加布里號佇沉船進前掛鉤。เขาก็ยังพอมีสติมีแรงก็ดึงขึ้นเรือได้ก็ปลอดภัยแต่ว่าก็จะมีแผลถลอกบ้างเล็กน้อยตรงหัวกับตรงที่ตาเขาเจ็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ดนน้ำทะเลมากว่ายน้ำอยู่นานไหมพี่ตอนนั้น3 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เหรอครับโอ้โหมันต้องค่อยๆช่วยครับเรือมาใกล้ๆไม่ได้คลื่นมันตีครับเหรอครับ醫護人員入尾土大病，傷勢較嚴重的士兵，一落船就隨送醫接受治療。蘇科泰號沉船的位置，離班布里富邦沙灘河邊，大約20海里的所在。泰國總理帕拉育透過聲明表示，官員當咧調查這件意外，目前已經知影大約5個人受重傷。พ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ม่พบ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อย่างผมเรียนว่า31คนเนี่ยยังเป็นผู้สูญหายอยู่นะครับยังไม่ผู้สูญหายยังไม่พ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ในที่เกิดเหตุหรือในสภาพที่จากการค้นหาเลยครับ蘇科泰號是美國製的巡航艦，1987年服役較大，會當用伫防空海戰甲反潛作戰，相關搜救行動由原佇海空繼續進行。公司新聞由為您編譯。雖然有反對的聲音也毋過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昨通過一項歷史性的協議，承諾2030年要甲地球頂頭3成的土地甲海洋正做是保護區。這項決議互認為是史上上大規模的保護承諾。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19係一個歷史性的約束，也就是到2030年，將地球上的陸地甲海洋列為保護區的範圍達到30%，也毋過拄着阻力。My statement, that of my country, through my voice, was formal opposition. And to the great astonishment of the entire world, we regret that this space is a space where we resort to violence against our text, a text we all adopted. 不過幾分鐘了後，會議主席中國環境部長吳潤秋就宣布通過協議，現場炮聲響起，也等於是駁回港國的反對意見。這項協議包括為拯救發展中國家的生物多樣性提供金援，目前是到2030年籌募資金2000億美金，估計這個國家當年會當得到100億美金的自然保護資金。港國要求提供更較濟的資金。所以無願意支持。I now propose that we adopt the package of L25 to L30. I do not see objection. The package is adopted. 目前地球上17%的陸地甲10%海洋已經受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大會19歷史性的約束，過去4年談判毋捌明朗，即馬佇中國的協調之下，全球190國總算同意支持。為數十年來地球上的物種甲生態系統遭受威脅甲破壞的困境帶來改變。定將中國看作是敵手的美國表示，這項約束的通過是一個轉機，佮對中國的領內表示侮辱。非營利組織為自然發聲表示，若這項協議有效執行，海龜、鹽龜、犀龜、珍貴的各類食物、甲古樹、蝴蝶、海底等100萬物種的生存甲數量將會明顯改善。環保人士將這份約束甲巴黎氣候協定將全球升溫控制佇攝氏1.5度的目標是同齊討論。也毋過佇這進程早都有人警告，一寡做佇農業無夠。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歐盟各國能源部長經過幾個月辯論，將決定一項天然氣計數上限的協議。對明年的2月中開始，歐盟天然氣計數的上限是每一個單位要降到180塊的歐元。也毋過，羅西亞是批評講，這款的協議違反市場的機制。歐盟內部冇反彈的聲音。匈牙利的外交部長就表示講，因無支持，按什麼甲羅西亞重新來談判。
经过几啊个月争辩了后，欧盟各国能源部长19决定一项天然气介绍上限协议，因为意见无同，无法度达成共识。轮值主席国捷克决定用合计多数决来投票，也就是55%成员国同意，也佫占欧盟人口65%。这是欧盟对俄国石油出口介绍定出上限了后，佫对天然气介绍出手，不过强调180欧元是动态上限，会依照市场介绍调整。Once the mechanism is triggered, it will remain active for at least 20 working days.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that the €180 price is not a cap. 受俄乌战争影响，高通膨和能源介绍欠悬，欧盟寻求介绍上限来压制通膨。那苏宾定数批准通过，这项措施会在明年1月中开始。俄罗斯批评天然气介绍上限协议无法度接受，而且违反市场机制。欧盟内部有声音，匈牙利外长谴责这上限机制，佮讲可能甲俄羅斯重新談判天然氣合約。Akárhány próbakör lesz még, akárhány szavazási kör lesz még, a mai nap folyamán Magyarország nemmel fog szavazni a földgázársapka bevezetésére, mert generálisan tartjuk ezt egy rendkívül rossz intézkedésnek, amely Európa számára veszélyes, az európai energiaellátást veszélybe sodorhatja. 用4個月時間，歐盟27個成員國伫介紹為11月時陣270歐元上限，最後調整做180歐元，對全球天然氣市場有偌大衝擊，要擱觀察。不過如何保障歐盟明年袂欠能源，是真大挑戰。公司新聞陳偉仁報道。过来消息，咱个来看，昨透早4点外，桃园火车头附近有一个查甫人啉酒哦，摕铁棍去一个路边来讲头家娘的头，人就落跑。桃园分局是表示讲，已经抓到这个嫌犯咯，会以伤害罪上班。桃园火车头附近，通领百货公司对面卖点心的路人，19透早4点外，发生一个查甫人啉酒了后，抓肉搭去卖卤味的摊，甲头家娘的头壳喊落了后，就逃走的事件。桃园分局武陵派出所的警察接到通报了后，赶去现场，而且有请消防人员去协助救护，甲受害者送病院治疗。晚上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喝醉酒来吃宵夜？很多啊。那会不会常闹事？就看警察跑的样子，他就抓一个走啊，不然就是救护车会来这样。很长啦，这边真的很长。案件发生的当阵，卖卤味的摊已经收档，监视器有翕到这个骑铁马的嫌犯，警察调附近的监视器。掌握这个查甫人离开的路线，锁定这个嫌犯的特征，有掌握到这个59岁姓林的查甫人有重大嫌疑，目前已经把人逮捕到案啊。嫌犯酒醉后，突然想起卤味摊老板娘对其态度不佳，便持工具回到现场攻击被害人。警方获报，立即赶往现场，将伤者送医，及调阅周遭监视器，锁定犯嫌特征，循线逮捕犯嫌。警方表示，受害者目前的伤势稳定，专案以伤害甲杀人未遂等的罪嫌，甲这个涉案姓林的查甫人函请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有民众伫台东卑南溪出海口的中华大桥，看到有3只正罕见的过冬鸟落文鸭，这有可能是最近10冬哦头一届伫台东出现的过冬鸟，有可能是因为县政府甲河川局为着防止风背沙乌人工的水产，来创造出适合食过冬鸟来食过冬的环境。天气真寒，不过台东市中华大桥下骹燕鸭鸟类活动正频繁，不少鸭科大鸟伫卑南溪出海口自由自在活动找物件食。不过有人伫一阵常常看到水下甲花翠鸭当中发现3只罕见的罗文鸭大鸟，头部的模式甲其他鸭科鸟类无同。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这摆发现可能是近10年来第一摆。另外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一开始是跟着那个小水鸭一起过来的。所以你可能在发现小水鸭的地方，你要仔细找，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野鸟协会认为，会侵罗文鸭到台东，可能是因渡冬向南徙的过程中，多发现中华大桥下骹有原府甲保护局乌的防止风背山的水产有草果草色才会停留。不过生态专家认为，人工的生态工法起因到这，山赶走过去需要护保地鸟类，对生态平衡不一定是好代志。当我们挖了水质以后，却会造成原本利用沙地的这一些鸟类
譬如说夜莺，譬如说中山指醇，它的生存上面的这些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在做水产工法防止风肥酸时阵，应留一点空间，予原来生态生物、互人类的生存甲其他物种的生存应有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昨昏高雄上低温嘛只有14度，也毋过透早2点高雄凤山的中仑社区，都有民众排队排甲热长，是因为讲这个社区的停车位只有住户数的一半，附近的停车位嘛无济，所以民众半冬就爱排队抽车位。27天高雄低温敢若14度，不过一透早排队的人阵是拢无长过，甚至有人是透暝2点就来排队，就为着抢停车价。为了一个车位3个小时，我还算少的，4、5个小时的很多。有的人是翁某2人轮流来排，上班正经翁的先来排，等上班才换太太来排，嘛是拢爱等3点外钟，甚至有人等5点钟，半年就爱排一届，嘛互住户感觉真无奈。会不会觉得每半年要排一次很辛苦？对啊，很多人在抗议。大排队现象一直无解决，里长讲这已经是旧年的规定，因为大楼拢总有1622户，停车位才720个，数量连住户的一半拢无。那以大楼停车位逐个月收1000来算，平均逐工是32至33块。那是停伫外口的停车价，停一届就要60块。那停点钟的，停一工就要420。民众是拢话讲挡袂牢，里长讲上界无奈的是，就算甘愿停伫外口，但是停车价无济，根本就无通停。停车场那边就把它规划跟那个市场预定地把它规划大一点，做那个立体停车场，解决这个停车问题。里长讲排队状况每半年都要看一届，惊民众会排到火大，伊嘛提早去现场了解状况，也希望市府会当看到市民停车的需求，紧设法找地来去立体停车场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专家便利超商宣布讲，因为两价起4成了，所以12月28开始，低型卵一粒要对10块起到13块。其他的超商目前是还未对起价。有店家嘛表示讲，两价唔拿起最近佮听中盘讲，过年有可能会欠卵，所以爱先注问起来。便利商店的低型卵全港时段拢是真气商品。连锁便利商店专家发布声明，因为最近两价平均起的幅度超过4成，所以为12月18开始，要调整价销，为每粒10块起到13块。不过也公布推出促销，使用 App 一摆买10粒，卖100块。其实是不贵，因为我们习惯10块钱一颗，3块钱算少。太贵了。太贵了。对了，这个还好了。自己买就好。自己拿自己煮一煮也好啊。目前其他连锁便利商店的业者拢无起价计划，是做去传统市场，市面上依然有1斤50块相对平价鸡卵，一盒卖超过100块有机卵也袂少。店头表示，最近也无明显感受源头起价，不过有小食打商是透露，已经接到搬商的通知，过年期间可能会重演欠卵的恶棒。但3有跟我讲说，过年你要叫是要休过年要提早叫，不然会缺货买不到。在农民至少维持一定的利润的时候，那农民会全力的来生产。第二个，政府还是会尽全力的来让整个大宗物资，尤其饲料的成本，那尽快的可以维持稳定。市价业者分析，若是寒流一直来，鸡卵供货量就会减少，进口卵是受到禽流感的影响，最近本来就较少。农委会是强调，过年进前鸡卵供应无问题。另外两价是处决市场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少医疗纠纷的官司，立法院今年的5月3读通过《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也毋过因为司法的准备未赴，恐惊着要改等到2024年才会实施。医改会等民间团体各立委早起就呼吁政府应该要加紧速度，或这法案会当赶紧实施。终结医病煎熬。医改会顶真侪民间团体甲跨党派立委20早起，伫个立法院开记者会，呼吁行政院赶紧公告《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上路时程。因为立法院伫个今年5月3读通过医护法，所以因为主法修订前置作业未赴，新法恐惊延到2024年才实施。烦恼医疗诉讼会真侪，会伤害医病关系。医疗纠纷、医疗争议的发生，不一定只会在医学中心，中小型的医院或者是诊所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他们准备好了没有？病人
家属不一定要争赢而已，他想要知道的是真相哈。所以我想，我们希望这个预法能够让大家有机会看到真相。医改会表示，每年差不多接到500到600件医疗纠纷通报量，而且发生的时阵，民众常常面临误导问题，包含真无简单的启动沟通对话，真无简单厘清证据。无法度举证，无法度连接社会资源，也无法度寻求应信任的证据处理管道。如果医师认为说这个有因果关系吗？的确，这个医疗行为造成这个结果，可是他原来的病情是怎样？这个是不是能够归咎于医师？医疗事故的定义这边很明确，但是在操作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民间团体强调，新的医护法明定由政府关注设立第三方公正单位进行评论分析。辅导事实还原、加厘清、加深调解后诉讼，各强化双向关怀机制，能及时上路，应有效解决甲预防医病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农产品的外销哦，拢有规定讲，所有过程拢爱冷链保鲜。也毋过，伫咱国内哦，大部分拢无这款设备。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已经有设置的低温拍卖区哦，会当来维持15度到18度低温的环境。咱做伙来了解。这道空闲闲的所在，面积大约566平，规个空间维持25到18度的低温。将来若蔬菜水果为产地一路运送到台北来，会当离产地有冷，再由冷藏车来运送，最后来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低温下回拍卖区，若会当确保冷链无断链，蔬果会当保持新鲜，减少损失。外销已经有冷链，大卖场或是超市都有冷链，那唯独到批发市场就是没有冷链。那最后我们完善，把最后的这个一里路把它整个完善的建构。北农成为全台湾农产运销的领头，会在在农委会见证之下，启动全台湾批发市场第一个低温下回拍卖区。另外，北农嘛推出会当宣传中福使用的新式折叠篮，农友会当以大概20块以下的金额加入容器宣传使用机制。在地农会嘛认为，安尼做法会当提升教会品质。纸箱下雨天的话，就是会崩塌，常常加上蔬菜，就会造成那个价格品质不好。北农指出，以每天17万件交易量来估算，若倒入11万件使用新式的折叠篮，当年大约会当替代3500万的纸箱仔，替农友节省有一半的包装成本，大约是7亿。记者林正梅、曾志祥台北报道。来看云林县莿桐乡哦，过去是种真侪杨桃，也毋过因为农民老的老，真侪40-50担的杨桃树拢互撤掉了，改种别种的水果。过去哦，大约是种100公顷，即马种杨桃的只剩30公顷了。农会是推出讲卖撤树啊，农会承接的计划，望讲鼓励农民将杨桃树搁种转来。今日生甲大粒搁细杨桃园。云林莿桐乡过去是全台杨桃的重要产区，因为主要的种植区伫大美村，加上早年杨桃比赛常常摕到好成绩，所以才以杨桃有美龄桃的水名。时机刚好的时，种植面积超过100公顷，毋过目前敢若剩30公顷左右。还是拢年龄老啊吼，啊像阮工课，咱的少年啊讲无人拖啊，咱农业要是真正嘛面临对要断层的呀。这真济拢真无可奈何，你即马请工真正嘛请无人去斗做的。为着要找转来美人桃的水名，莿桐农会邀请音乐创作家陈明忠做伙创作歌曲，把莿桐种杨桃的故事拢写伫歌词内底，也推出唔撤树，互农会来承接计划，帮助青农回乡，透过杨桃的高人传承种植技术。各研发杨桃相关加工产品，要拍入市场通路。也很希望透过这个整个的计划，来扶植青农，来种植。我们有达人杨桃老达人，然后来带着我们的青农呢，一起来把杨桃种回来，也把整个杨桃种植的技术传承下去。认真甲咱推广的，加一种的通路对啦。啊，无你这就爱拍算标呀。莿桐杨桃农民表示，到采收期大约有2成杨桃买也会，即摆会当互农会做杨桃相关加工品，也算是帮助农民找到另外的通路。
农会表示，今年拢有向农民收购羊道和超商卖，成效袂歹。目前当地已经有2位青农参与计划，希望会当慢慢找转来过去启动羊道产业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鲤鱼潭是台湾东部上大的内陆湖，因为潭的形亲像是鲤鱼，所以才叫做鲤鱼潭。花莲在地合唱团伫湖边来唱经过身音乐家毛可甘老师的作品《鲤鱼潭之歌》，望讲带民众透过音乐来了解鲤鱼潭的事。为了要把这条鲤鱼潭之歌练好，花莲妇女家庭合唱团特别用2个月的时间伫教室练习。总算到表演的时阵，所有的团员特别去鲤鱼潭的南边，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对故乡的爱。每个县市景点都有每个县市景点的歌，就是我们单单花莲鲤鱼潭没有歌。希望借着这个把鲤鱼潭的歌推销出去呢，一个可以促进我们花莲的观光。这条鲤鱼潭之歌是已经过往的素人音乐家毛可甘的作品。少年时阵做军人，退伍了后，伫花莲市公所做干事。私底下还阁成立青年工作队，专门去安养中心演出。这条歌从到大拢毋捌发表过，是因后生伫整理伊的物件时阵发现的。我以前都不晓得我觉得个人他的确能够把这个湖中的水波荡漾的那个情调能够写出来，他的这个景色跟心情能够融合在一起鲤鱼潭的面积有104公顷，西湖一连差不多4公里长，是木瓜溪的支流文兰溪甲花莲溪的支流老溪之间的一个湖。湖的水是为土骹底问出来的，嘛红列做是花莲8大秘境之一。团员希望这条歌会当一代一代唱落去，互旋律会当永久流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抓风车剧团，之前因为坑到旧的仓库火灾一直在找新的仓库。伫文化部协调国防部，甲因10几个旧的仓库借互抓风车，互剧团即马唔免阁伤脑筋会当继续为囡仔来创作愈侪精彩的作品甲表演。空间内藏真侪剧团的家私报警，起因是抓风车剧团伫2档挂钟，因为藏报警家私的仓库着火烧，真侪心灰乌有气，嘛就显出剧团的经营困境。最近伫官方协助之下，总算找到国防部伫10指趴远的弹药库，通好做就使用。3年来的疫情加上火灾，对任何剧团来讲都走不下去。那这个仓储这一步看起来是很小的一步，其实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文化部自去年开始推展表演艺术长途示范计划，协调国防部军备局提供10支的旧弹药库，抓风车剧团甲过去的官兵宿舍整理好势，嘛有保全消防系统，大大改善过去的安全问题。嘛邀请这2档得到国家会奖做的7个优秀演艺团队来进驻，除了减轻营运压力，嘛解决冲突问题。计划如果成功那么我们希望在各个县市那么都可以有闲置的空间把它改做成仓储的空间。文化部表示，台湾各地拢有一寡营地空间，未来嘛会看试办的状况继续推动，另外嘛会协助解决目前这大失弹的问题。记者伫李克凯台北采访报道。失踪者生活中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也毋过嘛有人突破真侪障碍，互家己机会有无共款的体验咱就来看澳洲有一个失踪者，伊真爱出泳。伊讲失踪者伫水底，颠倒是比伫陆地更较安全。徛伫咧长影棒顶头，顺着大影愈来，随搁徛伫咧长影棒顶头，看这位长影选手福摩斯顿的动作，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讲伊是目睭看无的。以后我伫咧葡萄牙的纳扎雷海岸挑战超过12公尺的大影。As a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you have a choice. You can sit in a room and feel sorry for yourself, or you can get out and try and live your best life. And look, I'm living my best life, and for me, surfing and chasing big waves is my best life. 今年44岁福摩斯顿伫咧澳洲真有名的长影的所在纳拉宾出世。5岁时阵，因为得到黄斑视网症。目睭愈来愈看无，尾啊失去95%的视力，只敢若看到周边一颗链灯啊尔。也毋过伊真爱大海，梦想要成做职业长影选手，要征服全世界所有的大景。经过指导员协助，伊成做全世界上优秀的心脏长影选手之一。伊讲大海是掂过上安全的所在。
Just everything's dangerous when you're blind. In the ocean, if you fall off your surfboard, you're in water, and as long as you can swim, you're safe. 像福姆斯顿同款有身体障碍雄鹰选手，全世界有真多。每年伫咧美国的加州皮斯摩海山坡，会伫咧12届办一场世界身体障碍人士雄鹰锦标赛，吸引一寡雄鹰选手来参加。参加的选手有一寡人是一出事，骹手就发育不全，有一寡是尾仔受伤造成的。 Cada vez que entro al agua me olvido de la silla de ruedas, me siento una persona normal, una persona libre y a la vez el mar me da vitalidad, me da energía. 一寡选手拢因为爱雄鹰，大家做伙来比赛，因也拢有一个同款的梦想，就是希望会当参加2028年伫咧洛杉矶的帕运运动会雄鹰比赛。公司新闻，但是董平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 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